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舞。哈利路亚！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舞。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舞。大声一点！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舞。哈利路亚！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邀请大家一起跳起来。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再宣告，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哈利路亚！让我们把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爱你。主，谢谢你，在每一个我们需要你的时刻，主，你找到我们。不论我们遇到什么，你都愿意靠近我们，拥抱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当作祷告，一起从头来唱。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至圣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战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底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允许不要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至圣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
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振作伤痕，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以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在你翅膀以下，我的庇护，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振作伤泪，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以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夜再黑，心再疲惫，我要望你至圣容面，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让我们举起手来，一起来宣告。夜再黑，心再疲惫，我要望你至圣容面，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夜再黑，夜再黑，心再疲惫，我要望你至圣容面，我已决定永不后退。是的，主啊，我永不后退，我要来跟随你。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振作伤泪，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以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当你找到我。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你全然接纳我，激活我软弱，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使我更靠近你。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你全然接纳
使我更靠近你。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你全然接纳我，激活我软弱，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使我更靠近你，你全然的爱我，紧紧拥抱我，你全然接纳我，永不离开我，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使我更靠近你。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在心灵小屋里面有一个片段是，他说：“是的，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想要你亲口来告诉我。是的，我们的上帝什么都知道，他甚至连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都数算过。但是他更想要的是，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告诉他最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告诉他藏在我们心底最深处的那些事情是什么。是的，他最希望我们将最真实的自己摆在上帝的面前。所以现在我要邀请大家，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说：主啊，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的心，邀请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从今天开始，主，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完全来交托给你，愿意将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敞开心来交托给你。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自己来祷告。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
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以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全然的爱我，紧紧拥抱我，你全然接纳我，永不离开我。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使我更靠近你。是的，天父上帝，今天是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刻。我们知道已经在2000年前将圣灵浇灌在这地上，让信的人能够得着能力，在天涯海角能够为复活的主耶稣做见证。在今天我们依然寻求你，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依靠自己，也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你的灵来成各样的事。愿圣灵此时此刻再次在我们运行在我们的当中，特别当我们遭遇软弱，当我们遭遇害怕，当我们遭遇绝望的时候，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重新站立得稳。当我们身体疲倦，或是我们心灰意冷，或是我们茫茫不知所措的时候，祈求圣灵保惠师把上帝的心意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而且能够得着力量，使我们能够得着勇气，知道在主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在人所不能的，在神里凡事都能。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必定都能够得胜有余，凡事都能。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充满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向我们吹气，好叫我们能够再一次站立，好叫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勇敢，能够为主宣扬，为主出去，让我们所说所做所传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也能够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的聚集，祝福不在我们当中或是在线上参与的弟兄和姐妹，也祝福在我们所要领受的话语都能够成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孩子们线上感谢、祷告和祈求、敬拜，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上个礼拜我们看了使徒行传第1章的前面5节，这礼拜我们要来读使徒行传的第2章，我们要读当中5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对众人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36节到40节，请。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就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40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大家平安。平安。6月份是考试、期末考或是毕业的时刻。不晓得在这个月当中，我相信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很忙，有的人已经开始放假、放暑假，那有的人可能正在水深火热当中啊。但是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需要上帝来帮助，让我们能够知道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能够来荣耀上帝。所以能够把考试考好，能够把期末报告做好，即便老师不一定打成绩，即便不一定会有人看见，但是上帝都知道，
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来献给神。好，跟你旁边或是跟自己说，我要把最好的来献给神，我要把最好的来献给神。当你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不管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会不断的去思想，不断的去思考，我要怎么样把最好的来献给神。在这个礼拜天，就是五旬节。上礼拜我们有特别来分享，英文叫做 Pentecost。Pentecost 就是5个10，那就是在旧约当中的收获节，就是经过了7个礼拜，749天的第50天，就是7个礼拜过完之后，那在这个 Pentecost 五旬节，在旧约是在庆祝丰收、庆祝收成，但是到了新约，它成了一个比得到精神或者身体的粮食更重要的，就是得到生命的更新的能力，就是好像我们人吃的东西就会得到力气，而在五旬节当中，我们领受圣灵，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啊。那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这个五旬节，这个教派，就是在20世纪的初期，从1901年、1906年，这个灵恩运动开始，在教会的历史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只有在短短的120年，成为全世界基督教当中成长增长最快，也可以是最快的教派，到现在将近6亿的基督徒，就是从这20世纪的初期到现在，有将近6亿的基督徒，都是在五旬节的教派，这个或是说灵恩的教派当中来接受洗礼。那我要来分享一位叫做 Amy， 叫做 Annie，Amy 的这个女牧师，她很传奇，她也是在上个世纪，应该是在上个世纪上个世纪20世纪，那她是在美国的一个教会，而她受洗受圣灵的感动之后呢，上帝就呼召她要出来传道。那当她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她的祷告真的是带着大有能力。你可以看到右边这张照片，就是他在聚会当中，他是站在照片的台前那个然后呢，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很多人都是躺着来聚会。为什么是躺着来聚会呢？因为他们都是被抬来的，或是他们身上有疾病，或是他们呢身上有各样子的病痛，而需要来到这个地方来寻求神。当这个 Amy 牧师呢，为他们祷告，那很多的人就得医治，甚至很多人就行走。那有一个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在有一次的聚会当中，这个 Amy 呢，她就突然停止，在敬拜当中，她突然停止，然后她说，她要邀请大家来祷告，因为上帝告诉她，感动她说，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有一个婴孩，需要被祷告，这个婴孩呢，他需要上帝的医治，但是呢，没有人出来，所以他就要求大家一起来祷告，然后说这样祷告20分钟之后，就有一对父母就带了一个婴孩来，可是这个婴孩呢被带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这个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他就这样记载说，很多人就吓晕了，因为那个小孩子呢，婴孩呢没有手，没有脚，还没有眼睛，那他说在带出来的时候，好像一块肉球这样子，一个肉球，没有手，没有脚，没有眼睛，那但是呢，这个 Amy 呢，就开始邀请大家，众人呢，来为这个婴孩来祷告。说这样祷告呢，几十分钟之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说这个小孩子的手跟脚怎样长出来，甚至他的眼睛也长出来，而且还是蓝色的眼睛，蓝色的眼睛。那我找不到这个的照片或是影片，但我不晓得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啊！就是上帝感动他，让他知道有一个人有需要，而且呢，这个就算20几分钟都没有出来，但是他还是不放弃的继续祷告。而出来之后呢，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畸形的胎儿呢，但是呢，就在祷告当中，他的手脚眼睛居然长出来，姑且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但是这个 Amy 牧师呢，他的这个教会的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呢，他这个教会呢，就是后来的四方教会，Foursquare Church，在这美国呢是一个
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多人的教会，好，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不过今天呢，你提到四方教会 （Four Square） 好 Church 呢，好，可能没有像以前，好，因为这个灵恩运动或是这个神机骑士呢，怎么样？可能随着这一些的人物，好，指标性的人物呢，就渐渐的衰减或衰退。但是呢，问题是在这个 Amy 牧师呢，好，不管刚才讲那个神机骑士，好，真的还是虚构的，但是这个 Amy 牧师他的故事，你可以在网络、在维基百科上面可以看到，啊，其实他自己有很多的征战，好，包括他的婚姻，好，包括他自己，还有包括他自己也有很多的争议，好，争议。所以这个 Amy 牧师呢，好，他54岁，他就过世了，就过世了。那留下呢，好，有很多的争议的这些的事件呢，好，让后代的人来评论，好，他看起来是一个上帝的仆人啊，这么大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好，可以来办这么多的布道会，这么多的人来跟随。但是我要邀请大家来思考的就是说，到底我们跟随好的，我们来参与这个教会，好，是跟随耶稣，还是跟随神迹和奇事，还是跟随这些有能力的牧师？万一我们是选择跟随这些有能力的牧师，选择这些哇很有恩赐、很有恩膏，好，能够医病、能够赶鬼，好，能够行神迹。但是万一这些牧师，好，如果哪一天好有问题，或是跌倒，好，或是犯法触法，那我们这个信仰会不会就在那个时候就瓦解？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跟随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耶稣他已经复活升天，他不会再跌倒，也不会受到搅扰，而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灵恩当中，好，有很多的祷告，方言祷告，好，特别方言祷告呢，就是属灵的征战祷告，好，会斥责魔鬼，捆绑撒旦，然后呢，会属灵的征战。可在方言祷告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征战呢，哇，越征战那个征战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好，越来越多。好，在牧师读大学实习的时候，好，教会的牧师，好，我那时候教会的牧师呢，他就带领我们，好，来做这个征战，好，方言的祷告，好，属灵征战祷告。我发现呢，我有一个感受，好，就是本来在教会聚会呢，都只有看到来教会是要看到上帝。可是当你开始越来越多的属灵征战，好，这个很多的鬼啊，很多的邪灵啊，好，你会发现每个角落、每个地方，好，都有鬼和邪灵。就连在礼拜堂当中，你走到任何地方，好，你都觉得好像要赶鬼，好，要赶邪灵一样。你会发现，你越来越看不到上帝，看到越来越多的鬼，你就越需要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没有办法理解，或是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越属灵的征战，你没有越得到平安，你反而越多赶不完的鬼，然后呢，越多的这个征战在那边呢。甚至在我当传道的时候，在南部也有参加很多在南部的特会，这个南部的特会是非常的火热，每个礼拜就好几场这样子。可是呢，参加特会的时候，我也发现这些在特会当中服侍的人，他们服侍完之后，他们也有很多的征战，那他们也要有这个也要来洁净自己，感觉好像到处呢都没有平安，到处都有污秽，到处都有邪灵，就好像基督徒去到庙里面那种感觉，就是你去到庙里面呢，你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偶像的权势的地方，这是一个偶像掌权的地方，这是一个妈祖或是这个观音掌权的地方，好像都看不到上帝。在属灵征战当中，你好像看不见上帝。那我看到一篇文章，他是这样说：有时候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一直在斥责撒旦，魔鬼，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我奉耶稣的名斥责魔鬼。你一直提到的是魔鬼，一直提到的是撒旦，只有最后呢，你没有提到的上帝，而是提到魔鬼，你就反而越吸引更多的魔鬼来到这个地方，吸引更多的撒旦来到这个地方。在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来读耶稣的这段话，请：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他会不会斥责撒旦？会，耶稣他也会斥责撒旦。
但是我们可以看耶稣，好，他花比较多的时间在斥责撒旦，还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在敬拜神、在赞美神呢？这值得我们来思考。有时候，如果我们常常或是我们接触，或是去过的教会当中，一直在斥责撒旦，在捆绑撒旦，但是呢，斥责捆绑到说，忘记要赞美神，忘记要提到神。因为我们要体贴的是神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所以牧师用这个来做开头，其实就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说，在五旬节，我们要追求圣灵。追求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同在，但是更重要的，圣灵是帮助我们能够有上帝的同在，而不是看到越来越多魔鬼的作为啊！好，在这个约翰一书3章18节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大家说一次，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如果你去到一个环境的地方，或是一个祷告，越来越多的魔鬼，越来越多的撒旦，却越来越看不到上帝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你要很谨慎，因为这是上帝要让我们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要体贴神的意思啊。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在聚会后，有给大家一个这个使徒行传的灵修笔记，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人已经开始在做的，有没有开始在做？有，好，感谢主。好，如果还没有开始呢，你还有时间，好，因为只有1个礼拜，好，只有今天是第几天？今天是只有第4天而已，好，你还来得及，还赶得上，好，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真的要拿出圣经，然后开始来写灵修笔记，这个跟你用敬拜赞美或是唱诗歌，好，去参加一个医病赶鬼的聚会，哪一个比较困难？去参加一个特会比较简单，还是每天写灵修笔记比较简单？参加特会会比较简单，对某人来讲，因为你只要去就好，我就花时间跟着唱歌，跟着祷告，跟着敬拜。可是真的要你好好读上帝的话的时候，当你真的要好好把上帝的话写下来，花时间来体贴神的意思，花时间来思想神的话呢，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你可以好好来思想，你觉得上帝喜欢我们怎么样选择哪一条路？耶稣也在马太福音说，要进天国的路有那个很宽的路，有那个很窄的路。但是耶稣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的门徒学生，你们要走窄门，要走那条窄的路。但是那个窄的路人比较少，因为进去的人比较少，找到的人比较少。所以我们要去从上帝的话当中去思考，我们要选择轻松，当一个轻松的基督徒，还是我们虽然要很辛苦付代价，但是这是有值得的，这是有意义的。所以也请跟你旁边说，我们要付代价，选择不容易的路。我们要付代价，选择不容易的路。你也可以选择那个很容易、很舒服、很轻松。然后呢，但是我要问的是，这张照片这么多的人快要100年前，快100年前那么多人聚会，医病神迹奇事赶鬼，他们花很多时间祷告，但他们有没有花时间读圣经呢？他们有没有好好的花时间去思想神的话呢？然后他们后来这一群人成了什么样的人？这个教会Foursquare Church 四方教会，今天有没有继续把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上帝的大能能够继续来带出来呢？其实，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很多的例子让我们来看。所以今天我们读的《使徒行传》来到了第2章，可以看到呢，圣灵的洗礼，它的目的是要带出宣教的契机。圣灵充满是为了要带出宣教的契机。好，请大家也说一次，圣灵的充满是要带出宣教的契机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宣教？其实我们是需要圣灵。上礼拜有分享，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然后要受圣灵的洗礼，然后就会得着能力，在天涯海角为耶稣来做见证。而我们要受圣灵的洗礼，这个洗礼呢，得到圣灵的礼物。这个礼物呢，有4件。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第一件礼物叫做圣灵所赐的口才。请大家说一次，
圣灵所赐的口才。圣灵所赐的口才要做什么呢？是要跟人家辩论，还是让你很会 sales， 会卖东西，会推销？圣灵所赐的口才是要讲论上帝的作为。好，请大家也说是蓝色的，讲论上帝的作为。我们一起来读36节、37节。所以以色列全体同胞啊，你们要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大家听到这话，觉得扎心，向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该做什么呢？其实这段经文的前面，好，那第2章的第1节开始，一直到35节这里，都是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起来，被圣灵充满之后起来了讲道。而讲道之后呢，这些人，好，居然彼得讲道非常的成功，好，不像耶稣，耶稣讲道完，有的人还会挑战他。有的人还会跟耶稣顶撞，但是彼得的讲道呢，好，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好，那他用了3首大卫的诗篇，来向这一群人来证明，这位耶稣已经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大家没有办法辩驳或是反驳彼得所说的，所以大家就觉得扎心啊，我们做错了，我们不应该在2个月前，说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因为这些钉耶稣十字架的人又回来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所以彼得他在圣灵充满，让我们看到，就是他得到圣灵所赐的口才，他能够把上帝的作为清楚完整的讲出来，然后让众人听了能够明白，明白之后还觉得扎心，扎心之后觉得啊，你可以，请你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可以做些什么，好，让我们觉得是对的事情。所以彼得他很成功的把约珥书，就是在彼得那个年代700多年前的先知约珥，他讲到的意象，他讲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这句话我们也请大家说一次：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700年前先知约珥这样子说，但是能够领受或是能够接受的有限，但是大家记在心里。可是彼得把上帝的话连结起来，好，彼得把先知约珥的话就运用在他的传讲上帝的作为、讲论上帝的作为当中，让大家听了能够明白懂啊，原来我只要求告这位主，就是耶稣，我只要向耶稣来祷告，向他来求告，我就能够得救，不用再透过献祭，不用再透过守节，而是真正能够让我得救的是这一位耶稣。所以彼得他在圣灵充满之后，他有这样的口才，能够讲论上帝的作为。第二件，在这个五旬节当中，这一些的祷告，从12使徒到120个门徒，到后来有3000个人受洗，他们得到圣灵的礼物是什么呢？是圣灵所赐的重生。好，请大家也说一次：圣灵所赐的重生。圣灵赐给我们的重生是什么重生呢？不是那个虫叫的声音，好，是那个重新的生命。好，这个生命呢是新的生命。曾有一个尼哥德慕来问耶稣，人要怎么样得到永生？耶稣说：好，你必须要重生。然后那个人就问啊，我是老师，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重生，重新又从妈妈的肚子生出来。他就说，我的人都已经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怎么可能再钻回去妈妈的肚子里面，叫我再重生呢？耶稣说，不是，是要从水和圣灵来重生，就是代表2种的洗礼，一个是水的洗礼，一个是圣灵的洗礼。所以耶稣在告诉这个拉比，这个老师，犹太人的老师，你要重生，第一个你要接受水的洗礼，第二个你要接受圣灵的洗礼。所以重生代表效法基督的生命。好，请大家说一次：效法什么？基督的生命。所以你愿意效法基督的生命，虽然我很软弱、很胆小，但是当我看到耶稣这么样的勇敢的时候，我愿意像他一样效法耶稣。这就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带来的重生。或是呢，你觉得可能我样样都不能，没有恩赐，没有才干，但是当我看见耶稣愿意这么样子的无私，愿意慷慨，甚至牺牲自己，分享自己的生命给更多人，
我愿意效法他。这也是一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重生。我们来读38节，好，黄色的地方，彼得告诉他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并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好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你们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在这里呢，好，讲到了悔改的洗礼，好，受洗，就是耶稣说重生有2个，一个是水的洗，从水要水的洗礼，所以就是水的洗礼就是悔改，奉主的名受洗，罪得到赦免，才会怎么样进入到第2阶段圣灵的洗礼重生。所以这是有顺序的，有顺序的。你要先接受洗礼，知道自己是罪人，先知道自己是不完全的，而你愿意接受洗礼，成为上帝的儿女，才能够罪得到赦免。罪得到赦免之后，才能够领受，就是跟上帝有好的关系，上帝才会把他的礼物降下来给我们。而在我们洗礼有基督的生命，效法耶稣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来见证他。所以我们看看耶稣自己怎么受洗的呢？马太福音第3章，耶稣受了洗，那时候帮他洗礼的是谁？约翰。所以我们说施洗约翰。耶稣受了洗，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天忽然为他开了。然后呢，刚才说就是悔改，然后受洗，罪得到赦免。上帝的灵就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耶稣的身上。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就立即的在众人的面前，就在他的身上。所以同一天同一时刻，耶稣接受了水和圣灵的洗礼。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如果你学习到的圣经得到的真理是正确的，你也可以像耶稣一样，在你洗礼的那一天，你接受的是水的洗礼，同时你也接受到圣灵的洗礼，你有一个重生。但很多的时刻，很多的情况是，我们在接受水的洗礼，但是我们还不晓得自己有没有接受到圣灵的洗礼，因为我们还没有悔改，还没有，或是说跟上帝的关系得到赦免，能够得到亲近。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另外的时刻，才知道原来圣灵已经改变我了，圣灵已经让我的生命重新再来，让我原来很软弱很胆小，可是我愿意为了耶稣而勇敢。我本来可能很自私的很骄傲的，我会为了耶稣而愿意分享，或是愿意谦卑，看到一个新的生命出来。这是效法耶稣的生命。而39节又继续说，我们再来读39节，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给所有我们主上帝所呼召的人，就是你们的儿女和一切在远方的人。所以刚才说圣灵的充满是为了宣教，为什么？因为重生不是只有我自己重生，是要把这样的重生的生命，就是从我们到我们的儿女，不仅是只有在我们的儿女，还要哪里？一切在远方的人。今年我们的暑假，我们有2个很重要的宣教的活动，一个是什么？夏令营。今天同工很辛苦，早上10点就来开会，一直到现在，这样已经过了7个小时。你们很早就出来，一直到现在，相信很累。但是呢，你们都有一个圣灵的能力在你们身上，为了想要效法耶稣，所以再累你也选择这个不容易的路。晚上的聚会，没有偷懒，或是没有在那边躺平，而是你愿意继续的聚会。这是一个选择，这也是一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能力。还有呢，我们要把这样子的恩典给我们的儿女，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的小朋友，下一代，那现在报名有77个，我们要怎么样在他们的身上，能够把耶稣给我们的这种能力，重生的能力，也能够带给他们。所以给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我们暑假的另外一个就是短宣队，要去到哪里？去高雄。我们也是透过去到高雄，在远方的人，跟在高雄的这些的小朋友，学校国小的学生，可以跟他们来分享。所以宣教，圣灵充满是为了宣教。请说一次，圣灵充满是为了宣教。宣教就是带着耶稣的生命。所以耶稣在升天前，马太福音28章，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做刚才那个Amy牧师的门徒，
不是做某一个大教会牧师的门徒，不是成为一个这个光环明星光环的这个牧师牧者台上的这个光鲜亮丽的门徒，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在效法的是耶稣的生命，而不是人的生命。这是第二个。所以圣灵的充满，是要使我们能够领受重生，能够效法耶稣的生命。第三个，圣灵的礼物是圣灵所赐的权柄。我们一起说，圣灵所赐的权柄。权柄，什么是权柄？权柄就是学校老师说上课，你会不会在老师说上课的时候跑出去教室外面？不会。在当兵的时候，你的长官说起立，你会不会说在长官说起立的时候你就蹲下？不会。为什么他说的话你要去做？因为他有什么权柄。但是如果你没有权柄，你现在跑进去教室对同学说上课，同学会说什么？他不会理你。你跑去部队里面说解散，他们可能拿枪起来对着你，因为你没有得到那个权柄。所以这个权柄就是圣灵给我们的礼物。为什么你的祷告会有效？为什么你跟上帝求的事情，上帝会来成就？因为你知道圣灵使我们得着能力，得着权柄。所以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他向这些人做见证，告诉他们：我现在建议你们就是要悔改，然后为你们的罪来认罪，然后接受洗礼，奉耶稣的名洗礼，就会有圣灵在你们身上。你们现在要不要做？彼得他开口说话，向他们来发出要求。结果那一天的人，那一天呢，彼得还用上帝给他的能力和权柄，向他们说话，做见证，劝他们：你们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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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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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说的话，他们有没有听进去？听进去。为什么听进去？因为彼得说的话有权柄。所以41节我们一起来读：许多人领受了他的信息，并接受洗礼。那一天，信徒约增加了3000人。所以你会发现，彼得这时候身份不一样的。前面彼得说话都几乎不算话。他跟说什么话？他跟耶稣要被出卖的时候，耶稣预约自己要被卖。耶稣说：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怎么样绝对不会离开你，就是死也不会离开你。”结果鸡叫3次以前，他都否认耶稣。所以彼得他说的话都是自己都做不到的话。可是呢，五旬节圣灵充满之后，彼得现在在使徒行传说的话，几乎每一句他所说的话都带着权柄，都带着能力。如果你有继续读，你在这个礼拜2，接下来这个礼拜2读到第4章，你会发现彼得叫一个瘸腿人：“我命令你起来行走。”那个瘸腿人就站起来，就走路了。这个事情呢，产生很大的这个连锁反应，蝴蝶效应。但是彼得在五旬节圣灵充满之后，他开始说话有权柄。就是他做事情越来越盯紧，所以他知道我不能再随便乱讲话。他不能够像之前他跟着耶稣，耶稣在说的话他都没有听懂，然后耶稣又说他必须受难，他还跟耶稣呛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他在跟耶稣唱反调。可是当他开始有圣灵的充满，有智慧之后，他知道怎么样顺着神的心意去说话，去祷告，去劝勉人，去邀请人来洗礼。所以那一天信徒就增加了3000。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就是能够让我们去用上帝给我们的话去帮助人。在福音书4卷福音书当中，都唯一一个神迹，在4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就是这个神迹，就是5饼2鱼的神迹。这个5饼2鱼的神迹故事很简单，我们都从小听到大。可是这个神迹所代表的是耶稣的权柄，他把这个权柄也交给了门徒。所以你可以看到，只有一个小朋友带了一个5个饼和2条鱼，但是耶稣呢，对他们讲了一句话，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这句话有权柄，所以门徒就乖乖的去做，他们就开始去想办法。当他们越去做的时候呢，50一排一排的做好，结果耶稣把这个5个饼拿起来拨，大家去做的时候，所有的5000个男人通通都喂饱，而且不仅是吃饱，
有吃还有饱，最后还有剩下多少呢？装满了12个篮子，装满了12个篮子，表示远远超过你5个饼2个鱼，就算每个篮子都只放一样东西，也只有7个篮子，可是是超过装满12个篮子。所以当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带着这样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就能够看见很多的神迹奇事运行在我们所做的事工上面。所以牧师其实也很享受每一次的这个夏令营的过程，不是只有在夏令营的那个礼拜，或是短宣队的过程，不是只有在短宣队的那个礼拜，就是整个筹备从无到有。今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牧师看到我们的夏令营的许多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具体。那都看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大概知道在7月的第2周夏令营的时候，大概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就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出来。而这些画面呈现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哇，这本来都没有的，本来都是零的，都是空的，那怎么发生的呢？它就像是一个5饼2鱼一样，一点一点这样子凝聚，大家的贡献，而就让这5饼2鱼的神迹就出现。短宣也是一样，不仅是只有在暑假当中，我们的这个福音的快闪，这个发这个欧趴堂，我们的做的福音的茶会，或是各样的事工也是一样，或是教会的60周年的活动，那这些事工都是从没有开始。可是当你带着圣灵的能力权柄，你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笑话，你不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玩笑，你不是把它当成一个闹剧，而是你真的认真的投入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不可能的事情上面居然变为可能。第4个，圣灵给人的礼物就是圣灵所赐的职分。也请大家说一次，圣灵所赐的职分。这个职分呢，是要来做什么用的呢？迎接教会的复兴。这个职分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 calling， 有一个呼召，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坚守在这个岗位上面，而不能够开天窗，不能够让它失去这个职分。失去这个职分，就好像你这个城市你要守住的，可是你没有守住，魔鬼仇敌冲进来，或是洪水就从这个破口冲进来之后，这整片的城墙就垮了。所以圣灵的呼召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职分。所以刚才我们读到41节，那42节，今天这个经文的后面，我们一起来读42节，请他们专心向使徒们领教，参加团契生活，分享爱宴，一起祷告。这里有4件事情。那么多的人在一天内听完彼得12个使徒的讲道，劝他们悔改受洗。现场可能上万人，可是就有3000个人出来受洗。而且这些受洗的人，他们在做什么呢？42节形容这些受洗的人呢，他们做了4件事情。第一个，专心向使徒领教，就是专注使徒的教导。所以他们不是只有敬拜赞美，不是只有医病赶鬼，他们在听彼得，你可不可以讲更多诗篇，讲更多旧约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听了你说的这些诗篇，不管是101篇，或是诗篇的69篇，或是你讲到大卫的诗篇，哇，我们真的是豁然开朗，所以明白神的作为。你可以再讲更多的先知的信息，因为这些彼得12使徒他们都跟着耶稣听了很多。第2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团契的生活。这个团契呢，它的意思是比较接近吃东西，就是他们一起的分享食物。所以他们这些受洗人，大家会一起聚餐。这个聚餐呢，是一个大家在分享，就是好像刚才那个5饼2鱼一样，好像耶稣在告诉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他们就要找东西出来让他们吃。所以有时候在开会，牧师也学习到，有时候开会要开得好，怎么样？茶点你要准备得好，聚会办得好，那个吃很重要。福音茶会，这个卢善长老是这个外展部的部长，这个福音茶会办得好，为什么大家都说得好？很大一部分也是这个茶点，也是准备得很用心，所以就算歌没有唱那么好，这个场地可能没有布置那么好，但是他只要吃得好，整个心就怎样？
好，心就好开了。好，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志？好，我也觉得这个茶点的功效很大。好，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搞吃的。好，今年我们的夏令营的主题呢，就是在搞吃的。好，那牧师也很期待，好，每个搞出来吃的是真的可以吃，而且吃了之后还怎样？好吃。好，你只要让这些小朋友觉得好吃，好，你都不用跟他传道，他就觉得哇，来参加这个夏令营，好好吃哦，他一辈子都怎样？终身难忘。好，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吃到一样好吃的东西，或是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怎么这么好吃？好，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些受洗的3000人，他们参加团契的生活，一起分享食物。后面是分享爱宴，但这个爱宴怎么又讲到吃？好，那这个就是翻译上的问题。好，它的意思就是剥饼，剥饼。剥饼这个动作呢，重点就不是在吃的。好，剥饼这个动作呢，是在纪念主耶稣。每次牧师在主持圣餐，好，都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所以这个剥饼就是要纪念耶稣怎么样来牺牲自己。所以这些受洗的人，他们都在选择一个效法耶稣生命的路，怎么样来把自己身体可以剥开，可以分享给人。好，所以我比较不认为他们是在分享爱宴。他们是在纪念主，他们是在剥饼，学习舍己的生活，最后才是一起的祷告。所以这4件事情，好让他们好能够得着职分。这个职分就是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要怎么样能够带来教会的复兴。所以这3000个人有没有影响力？有。这3000个人，如果你继续读《使徒行传》，读到第4章，读到第5章。发现哇，他们传福音好，真的是爆炸性的快。本来只有12个人使徒，现在有120个人在祷告。120个人祷告呢，好，那个力量就可以影响到3000个人受洗。现在3000个人呢，好，他们把这4件事情做好，把他们在教会的职分做好，就是学习读经，然后呢一起吃好团契的生活，然后纪念耶稣的舍己，最后一起同心合一的好为某一些事情来祷告。所以你会发现在后面的使徒行传，教会呢成长得非常的快，甚至有一句话说，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天天加给他们。你知道复兴的教会每个礼拜都有人受洗，多少人受洗呢？比如说新加坡的城市丰收教会，每一个礼拜都有100-200个人受洗。我们要一次聚会，一次洗礼有10个人，就这样爆炸的多了，哇，大家开心死了。好，那但是我们才2个月有一次的这种洗礼圣礼点，但是你能够想象吗？哇，如果每个礼拜都10个人受洗，一年52个礼拜，我们就500多个人洗礼。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会去经历到哇，受洗的人不断的增加，他会发现洗礼怎么这么忙，这么多。会发现洗礼这件事情，不会再是一个久才一次的事情，是一个多到不行，爆炸性的多。因为圣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不断的重复这件事情。所以圣经说，主将得救的人是天天加给他们，每一天都有人受洗，每一天都有人得救，每一天。所以这是一个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所赐的4样的礼物。好，所以我们把这4样的礼物好再来复习一次。好，第一样礼物是什么呢？圣灵所赐的要做什么？讲论上帝的作为。第2件礼物是圣灵所赐的什么？重生。什么是重生呢？效法基督的生命。第3是圣灵所赐的权柄。这个权柄代表依靠圣灵的能力。好，圣灵的能力。第4是圣灵所赐的职分，这个职分是要来迎接教会的复兴。当我们都明白圣灵充满的意义，而不要把重点焦点划线画在那些的医病赶鬼，然后方言祷告，那个我不是说那个不对或那个不好，但是如果你把重点只有画在那边的时候，那请问这些事情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去讲论上帝的作为？你要怎么样去效法基督的生命？你要怎么样有得到圣灵的能力和权柄？你要怎么迎接教会复兴？医病赶鬼，可能会看到第3点、第4点。
但是你可能讲不出来，你只能讲说：哇，这个牧师好厉害，这个教会好厉害，哇，这个圣灵大大充满。你就是去那个教会就去那教会。但是彼得他是这样教他们的门徒说：你们都不用讲耶稣，都不用讲上帝，你就是叫他去教会就好了。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只会传什么？叫人家去教会，但是我们讲不出来耶稣是谁，我们讲不出来基督是谁，我们讲不出来你为什么要接受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明白。我们只知道要有圣灵的能力，我们知道教会一定要复兴，要成为千人的教会、万人的教会。可是我们连个最基本的，我们也没有悔改，也没有认罪。为什么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诉说上帝的作为的时候，那就很可惜。所以在今年的暑假当中，牧师很期待每一年的暑假。那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年已经开始预备，而且有很好的预备。我觉得就是很多的部分都到位。你要人有人，你要钱有钱，你要招生有招生，你要招同工有同工，那你还需要什么？你还需要什么？对，你需要有圣灵的帮助，你需要有圣灵的这些的礼物，你需要有口才。当你真的站在台上，在跟小朋友分享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在讲的，我在传说的、传讲的，是圣灵给我的，不是我自己的。你要有一个基督的生命，我要在小朋友的面前，或是在这些孩子的面前，不是用我个人陈柏芝的生命来影响这个小朋友，是要用基督的生命来影响他们。我能够得到权柄，能够带得动这些小朋友，不论你担任营长，担任什么执行官，你说的话，人家愿意听。你要知道，并不是因为你叫做这个人名某某某，所以你的讲话很厉害，话剧也跟当，就是走路有风，呼风唤雨，不是，是因为有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得到这样权柄。而我们要怎么样让教会带来复兴，这是我们要继续思考的。不是说这些的活动聚会结束之后，通通又回到原点。夏令营完之后，来了70几个小朋友，结束之后一个都没有留下来。然后我们去短宣队，去忙了1个礼拜，前面准备了好几个月，最后去忙完之后，都没有教会的汉民教会也没有增加主日学的人数，也没有增加小朋友，那表示我们还没有把这样的信息放进去。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信息放进去，能够在落实在每一个环节的当中。五旬节那一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就是他们用各国上帝给他们的口才，让他们能够用各国的语言来说上帝的作为。所以我要让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是哪一段圣经的哪一段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好，那我们来读一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把这句话讲给小朋友听，他们听得懂吗？或是他们理解得到神好爱我，叫他念100遍，他会不会觉得神好爱我？也不见得。但是你可能需要有圣灵的口才。所以这个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好，你要怎么样把这句话再翻译出来？那我们来念念看。好，现代中文译本怎么形容这一句话呢？请：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那就是把圣经的话，这个和合本的话，变得比较现代一点。好，你可能可以大概了解这个意思，可以了解这个意思。但是呢，圣灵的工作还不是只有这样。所以翻译圣经，把圣经的话、难懂的话，让人家可以明白，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啊，这也是圣灵所赐的口才。万一你要跟阿公阿嬷、跟长辈来讲这句话怎么办？你要用台语，那你要怎么说呢？那我们来试试看用台语。上帝连伊独一的囝，拢赐福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亡，反等得到永远的活命。伊这么疼世间，这是一个练习啊，这是一个练习。如果你去高雄，高雄人都很会讲台语的，万一你跟高雄的小朋友要讲约翰福音，
你可不可以把这一句话好讲得溜一点、顺一点？好，用台语好把上帝的爱来介绍给人。这个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啊。好，因为五旬节那一天，他们就是用不同的语言。好，假如你的小朋友小队服有那个从美国来的、从日本来的，好，然后呢，好来陈雨晴，你已经准备好，你要来念吗？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你可以把这句话，如果你可以用英文好，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跟人家讲，这也是一个圣灵的能力。好，所以圣灵的能力，好，你不要小看，好，就是这些好像很平常的事情，你愿意去学习的，圣灵都会帮助你，把一个难懂的经文变成比较好懂。然后把一个听不懂的变成听得懂的，把一个外国人不知道的，或是不同文化人不知道，你变成让他知道的，这个过程呢，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都在参与在使徒行传，就是一个在圣灵里的迦南行传。使徒行传并没有结束，到今天迦南教会继续都在使徒行传的行列和工作当中。不论你是长老、是执事、是在哪个牧区、是青年、是儿童。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把上帝的话、上帝的救恩，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我们就能够来继续的把使徒行传写在迦南版，在这个地方来撰写。所以当我们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就能够找回主的羊，出去见证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去看到每一个羊都是上帝所要寻找的羊。当我们可以走出去跟人家来介绍，我所读到的这个圣经它的意思是什么。即便我不可能背整本的圣经，但是我不用背整本的圣经，我都可以告诉你耶稣是谁。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因为这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栽培的能力。上个礼拜的金句，我们再来复习一次《使徒行传》1章8节，请。可是圣灵降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上帝的教会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一个要出去到天涯海角做见证的教会。你必须要能够用你各样的装备能力，用不同的方式、语言或是语法，来跟人介绍同一位的耶稣，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救恩。而这个事情呢，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断的重复。而当你不断的去思想思考，这个整个过程都是圣灵在陪伴我们的过程。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个礼拜，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发现，圣灵不是只有那么疯狂的灵恩，让一个小 baby 的手长出来、脚长出来、眼睛长出来，才叫做圣灵充满。其实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好好的读圣经，一个人早上9点钟就起来读经，他读了这段话好像打中他的脑袋，让他有一个亮光。我知道我要怎么样跟人家去分享耶稣，去介绍耶稣。这是不是圣灵的充满？这也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是有上帝的公义、和平和喜乐。但是如果你说圣灵充满，可是每天走到哪里看到哪里，这都是鬼，不断捆绑，不断的赶鬼，看到越来越多的邪灵，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罪恶，却看不到上帝的作为。我觉得这不是圣灵的工作，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带领人认识耶稣，他就是基督。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来祷告。在今天牧师的信息当中，你觉得圣灵有没有在对你说话？或是你有没有感受到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你祷告，为我祷告？你有没有感受到圣灵在你的心里面给你一个微小的声音，在呼唤你、呼召你，要去为耶稣，或是为着上帝的国，为着在那末后大而可畏的日子，你应该或是你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要聆听、等候圣灵的声音、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或许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你会觉得不可能，好像那个约拿要他去尼尼微传福音，好像觉得做不到。但是当我们愿意等候的时候，有那上头的能力来到的时候，在不可能的事情，神在圣灵的帮助下，也能够使它成为可能。让我们能够养成学习一个依靠圣灵的习惯，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邀请圣灵，欢迎圣灵，让圣灵他所要做的事情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事上，让我们知道原来圣灵并没有离我们很远，圣灵并没有那么样子的诡异，圣灵并没有长得那么样的奇怪，而是他是如此的和我们这样的亲近，和我们如此的靠近，甚至是随时都可以寻见他、看见他、遇见他、寻找他、祷告他、呼求他。求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我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不是我们去寻找神，是神来寻找我们。当神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神已经把他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经预备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你从头再一次。当你找到我，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你从此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你不放手。夜再黑，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至圣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柔美，你作为何等柔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有你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战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底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话语不要从此失之中永不落退，回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我要邀请大家这时候来为我们的服事的同工来祷告，特别邀请大家来为今年我们在暑假当中的夏令营还有短宣队来祷告，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开会，我们不是只有预备，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来祷告求圣灵的帮助，而这个帮助不是只有在营会的那天，而是在每一天此时此刻，圣灵都能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即便再疲累，即便再大的困难，再多的荆棘，再多的高山和低谷，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都能够持续的往前。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为着在今年2025年我们所要举办的夏令营短宣队
各样子的福音的工作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这是你的工作，是上帝你所要成就。主啊，求你能够来祝福在这样的营队当中，还有预备的同工的身上。主啊，让他们身上是带着圣灵的能力。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即便心在疲惫，主啊，即便他们的脚软弱或是腿发酸，主啊，都要求你赏赐能力在他们身上。主啊，让他们永远不后悔，永远不后退。主啊，求你使用他们，主啊，能够来成为你的工作，成为你的器皿。主啊，能够让他们紧紧跟随，主啊，让他们能够紧紧的在你当中。主啊，谢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求上帝的帮助，谢谢赞美你。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残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以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不要动，此时之中永不落空。唯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我要再邀请大家做一个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要领受圣灵的洗礼、圣灵的浇灌，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年轻人。让更多比我们年轻的，或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也要来领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应许是要把这样的好消息福音给我们的儿女、下一代，还有一切在远方的人。我们要为这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来祷告，为他们祷告的是，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不仅是接受水的洗礼，同时也能够接受到圣灵的洗礼。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带领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在接受呼召或是接受决志祷告的时候，他们不仅是要跟随接受耶稣的救恩，甚至他们在那个时刻，他们都能够预备好要一辈子一生来跟随耶稣。这是圣灵做的工作，这是可能发生的。而借着我们在这里的祷告，借着圣灵的作为，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的带领他们，让他们不是只有来参加聚会、参加营会、参加活动，不是只有在这边 happy 一个礼拜，而是他们所要得到的是耶稣的生命，他们所要得到的是永生的应许，他们所要得到的是在那末后的日子当中，可以求告主的名，就能够得救的祝福和礼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儿女下一代，为一切在远方的人祷告，求圣灵使用他们，充满他们，浇灌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要在这里为我们在夏令营、我们传福音、在福音茶会，或是我们的 Best 慕道有新朋友的生命当中来祷告。主啊，求圣灵帮助我们，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带领他们的生命，能够来认识耶稣，能够来遇见主，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该怎样用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能够来帮助他们。主要使他们都能够在他们学记要信耶稣的时候，他们也愿意把他们一生交在主的手中。当他们接受水的洗礼的时候，他们要像耶稣一样接受圣灵的洗礼，有圣灵如同鸽子浇灌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明白他们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都能够来成就在这些儿女的身上，在年轻人身上，在少年的身上，在一切远方人身上。哈利路亚！求你帮助，求你帮助使用们能够接受圣灵的应许和带领。哈利路亚！我愿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残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以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
去，不要动，至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夜再黑，心再疲惫，我要望你至圣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大大的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夜再黑，夜再黑，心再疲惫，我要望你至圣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以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以下。是的，圣灵，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以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以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是的，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你一直都在，你一直都站立在我们的身旁。我们不用去到韩国的祷告山，我们就可以遇见你。我们不用飞到新加坡，我们不用飞到印尼、马来西亚，任何的地方，只要当我们呼求你，你就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当我们寻求你，你就带领我们，将你的礼物赐给我们，让我们有口才能够来诉说上帝的作为，让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效法耶稣，也让我们有权柄，让我们所说的话能够来成就，能够带着圣灵的能力，更使我们能够得着职分，让我们能够一生在教会迎接你所要带给教会的复兴。亲爱的圣灵，今天是圣灵降临节的时刻，我们欢迎你，不是只有一年降临一次，是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带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寻回迷失的羊，把每个主的羊带到主的面前，也让我们能够带着圣灵的能力出去为主做见证，到世界的各角落，到天涯海角，让我们能够诉说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能够让听的人都能够相信明白，而且还愿意受洗，决志受洗，还愿意在受洗的时候就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主，一生跟随主。亲爱的天父，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的年纪如何，
不论我们的身份地位如何，愿你的圣灵都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被你的灵所更新。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在你要坐下以前，跟你旁边说，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充满，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充满，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充满，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借由牧师的口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想要圣灵能够来浇灌我们，来充满我们，是很简单的，能够经由来阅读主你所留下来的话语，来使我们能够来更加认识你，来得着圣灵，也求主你来借由圣灵来让我们能够来为主你来做工，将主你的名能够传扬到世界，将主你的荣美，你的一切都能够传扬给世人所知。现在我们将时间、金钱、才能为主你圣工所用，求主你悦纳。孩子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来赞美我们、称颂我们的神。等一下尖叫欢呼的时候，邀请大家当大声来欢呼哦。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舞，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舞，来向他欢呼，来向他欢呼，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舞。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他的心事直到万代，他的心事直到万代。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
因为当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的赞美不是只有从口赞美，我们要从心赞美，我们要从灵赞美，用我们的全身来赞美，如同大卫在赞美你一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充满，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能够为耶稣做见证，从今时的每一天，直到世上永永远远。阿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请坐。大家好，我是家庭小组的组长恩典。那今天有新朋友吗？没有，没有。好，没关系。那我们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好，那再来开始今天的报告。那第一个是我们6月29号礼拜天的时候下午1点，要举办核心同工的事工研讨会。那要研讨今年度的以及今年度的规划，还有明年度的事工。那请长职、区组长、校长还有队长要留下时间来出席。好，再来第二点，全球领袖高峰会。那全球领袖高峰会在桃园嘉南有开放场。那8月9号和8月162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都在本会的现在新堂这边举行。那报名费1700元，每人1700元。那要报名的人都可以扫描周报上面的 QR code 来进行报名。那现在有一部影片，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介绍。Leadership is the most fascinating profession in the world. 好，在等影片的时候，牧师也补充一下。好，这个全球的领袖高峰会，好是从美国的这个领袖高峰会好来发起。好，那他都是邀请世界上各地很多这个领袖好，或是在各行各业的这个顶尖的佼佼者，好，那透过他们的经验分享，他不一定都是在讲信仰，几乎都没有在讲圣经，但是他在讲说，上帝给人的品格或是这个智慧，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领袖，好，能够做好一个领导者的一个榜样。好，那这我们在今年呢，好，影片出来那我们就一边看，好，牧师就一边补充。Leadership is the most fascinating profession in the world, and it transcends every part of our society. Your leadership matters, but it starts with your purpose. Don't let damage of any kind make it weaker, more distorted, or smaller. Do the work you need to do until your purpose, your voice, is loud enough for the whole world to hear. Imagine you as a leader. Imagine you achieving. Imagine that it's about who you're impacting. Imagine that it's not an accident where you focus your energy, that it's on purpose and it's for your purpose. We humans have this deep need to be understood and to understand. We cannot have community without communication. When we speak, we create universes inside of each other. It is a universe waiting to expand through faith, through hope, through love. Yes, we want you to believe in yourself. Yes, we want you to believe in your mission and your purpose. Yes, we want you to believe in us. But more important than all of that, what we are really deep down begging with you is please believe in love. Leaders, you now have permission to obsess. You have permission to see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be changed, a need that needs to be met, a wrong that needs to be made right. Obsess about it. Don't water it down. Don't explain it away. Seize it. Attack it. Give your life to it. Leaders, you now have permission to obsess. Now, go do what leaders do. Change the world. 好，这个
这个除了来听怎样成为一个领袖呢？好，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学英文哈，然后知道怎么可以在这个用这个不同的语言呢，能够来做领导。好，那虽然它的报名费好1700元，但是我们总共有13堂课，好，有13堂课，好，那还有2个中餐，然后还有还有茶点。下午茶还有下午茶，好，然后还有迦南教会才有的纪念品哦，好，所以你会发现哇，你等等你这个2周的课，好，2个礼拜6整天的课上完之后，你会发现这1700块，好，真的是花得非常的超值哦。好，所以我们明天开始，好，会在教会我们的周报的 QR code， 好，可以在线上来报名。好，那欢迎弟兄姐妹。好，如果你觉得你的家人、附近的朋友，好，或是你想要介绍你的哥哥姐姐、朋友同事来参加，好，也可以欢迎他们来参加。好，那因为我们教会我们会在这个地方来举办。好，那我们的安排的座位大概就是只有80位，好，80位。好，所以现在迦南教会核心同工的报名接近30位，好，所以大概剩下50个座位，好，所以如果报名80位额满的话，我们今年就会截止报名，好，那你要参加的话呢，好，就要等明年，好，那今年度的呢，好，这个是迦南场是整个台湾的最后一场，好，所以如果你要参加的是2024到2025的话呢，好，迦南教会这一场是全台湾的最后一场，好，那你再来就要花3200块，好，去买那个随身碟的影片，好，你要花3200块才可以上网去，或是买那个代码，好，才可以上网去看这个课程。好，牧师在这边报告，好，补充，谢谢。好，谢谢牧师补充，这么丰富的活动，很吸引人吼，而且还只要1700元，那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好，再来是使徒行传的圣经共读。那现在从6月4号到7月11号的每天上午6点半到7点，在线上举行，在线上的 Google Meet 举行线上共读。那欢迎兄姐参加，兄弟姐妹参加。好，姐弟不用参加，兄妹才要参加。好，再来是松大的讲座，6月11号礼拜3上午的10点半到12点。那它的主题是脑力开发防失智。那讲师是由我们的陈柏志牧师来演讲，陈柏志牧师来讲解。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能够一同来参与。好，再来是桌游比赛。那在9月27号的时候会举行一场桌游的比赛。那我们这个主日，明天6月8号的1点，401教室会举办一个桌游的教学。那当天的时候也会同步开放我们报名比赛，那欢迎参加。好，再来是台语圣经朗读的比赛。那阿卡培牧区有主办一个迦南60周年台语圣经朗读比赛。那从6月30号截止报名，或者是额满为止。那比赛日期是7月20号。那对自己的台语很有自信的人，能够一同来报名参加。没有自信的也可以报名。没有自信的也可以报名，牧师说了。好，再来是廖鸾凤姐妹，就是于5月31号的时候蒙主恩召，那享寿73岁。那在6月10号的中午的时候，会在桃园殡仪馆的信义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好，在台2区的惠捐小组的洪家惠姐妹，那也于6月3号蒙主恩召，享年53岁。那在6月11号的1点半的时候，会在桃园殡仪馆的怀德厅那举行入殓和告别礼拜。那愿主的安慰还有他的灵与遗族同在。好，再来是夏令营的部分。那我们这一次2025年阿嘎佩英语夏令营的 Cooking Puzzle， 那在7月7号到7月11号举行。那欢迎国中以及大学的大学生来一同报名同工。那小1至小6呢，欢迎来报名学员。那报名到6月8号截止。好，再来将时间交给以下牧宣。好，我来补充报告一下，就是第一点就是6月14号星期六，就是下礼拜的10点到11点是那个招待组的第2次训练，然后地点在33号新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要报告这个，来上礼拜有人没有拿到这个吗？好，你的允琪不是帮你拿了吗？帮我发一下，对，
对，帮我发一下。对，对，没有拿到的呢，就是举手。对，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要参加，然后拿到的人请在中间这个后面有个9宫格写上你的名字，然后请你去找另外的4位伙伴，就是也帮他们，就是请他们签名。那一样就是我们从上礼拜3已经开始读《使徒行传》了，所以就是邀请大家每天都一起就是读《使徒行传》，然后写那个灵修笔记。那有没有看到灵修笔记上面有那个1、2、3、4、5。对，1、2、3、4、5，1、2、3、4、5。那我念一次，大家跟我念一次。第1点读经文，读经文。第2个挑金句，挑金句。第3个写感受，写感受。第4个今日事，今日事。第5个今日必，今日必。对，就邀请大家一起，就是每天一起读圣经，然后一起写灵修笔记。那当你呢，就是我们这使徒行传38天的灵修笔记，然后跟读经读完之后，你就算完成了这个挑战任务，你就可以在上面打一个圈。对，在你的名上面打一个圈。那当你的伙伴跟上面已经有限定好的伙伴都打圈的时候，然后就是一条就可以连成一个 bingo。那越多的 bingo， 你就是我们到时候7月12号会结算，然后你如果 bingo 越多人会得到越大的奖。那所以跟隔壁的说。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那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来问那个 YE 的小组长，或是问我。谢谢大家。好，那再来是生日 ，OK， 生日没错，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6月寿星庆生。对，那6月寿星。很多，在场6月寿星的可以起立。好嘞，来，可以起立之后可以上台到前面列队。好，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我们给6月份生日的，今天有3位代表，我们给他们拍手来恭喜哦。好，那在我们周报上面有45位。好，如果你是6月生日，你名字没有在这里的话呢，请记得提出来，好，也不要客气。好，那我们一起来为这些6月生日的寿星们，好，来送他们小礼物，然后为他们来祝福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进入6月的第2周，我们为在这个月出生的弟兄和姐妹们，为他们来祝福。感谢你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月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一起的为他们来庆生，为他们来祝福。也愿上帝赐福带领他们在这1年的当中，能够经历上帝美好的1年，也能够紧紧的抓住神特别借着在6月读使徒行传的机会，也能够更加的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每一天的带领和充满。也祝福他们手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神益人。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祝福，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这个教会的生日礼物到6月就发完1轮，好，所以下个月开始就会有对每个寿星就会拿到不一样的生日礼物，好，敬请期待。再来是 OK， 再来是练习献诗的时间，没错。你要说，喂，那个一样就是。